老欢，忙这个，忙这个。悟空，吃这个的啊！你要弄这个等下一的就怎么家等啊？要么，还蹲这地，他们那昨天呢？哎，老欢这个娘了呢，买带几只个大忙这个大姐是的，什么的？老欢跟你说就前来人家人说来可的。哎，对，就那么的。可是马永公啊，这老婚去了，那你我懒觉着的么？啊？哎，这里就是这老欢个。吴进。而且这身的马多啊，我从那给大龙18层马弄家里。哎呀，老欢，出门就得等哎，这身我就想把一门带跟你。今天是买的，给分钱话要30个呢，老欢那个。而且这老欢个，我说过二马经他看过的。悟空啊，你这大姐对那吃这个那啥个？我他这个到个了，老欢这个个这样过去呀。这身的都特松那，你也对娘过那儿就没个。对那啥个，这这么，秋天嘛从俺当不子去了哎呀，当不可吃这个呢？现在看也没个，俺这么送，俺没有，俺没有，俺没就是的。哎，这这么，当不个干这个家伙，当不个干这个家伙。跟就没多了，今天俺人俺个，俺更是送咱们吃人过的。呀，这就送俺的果树。老嫂，我东过这些个年数。哎，过去。用个有。我弄那个呢？赢了。他儿给你把穷的那带了。弄那是个。吃这个？老欢，干过嘛西。悟空，早上是中午吃的呢嘞。老欢，如果干个的，刚是个你吃东的结果嘛吃个不够的，看我的。啥个？头儿给的吧？就是。头儿给的吧？故事了。头儿给的吧？嘛故事了。当的。就是。头儿给的吧？嘛故事了。哎呀，嘛故事。勇敢。当然。哎呀，过去等俺，也好。我说汤给的把它供你。汤给的吧，干闹弄的，对。汤给的吧，我说叫我个去干单的是个。当然我是叫人家当啊，用多那个吃有你呢。我说叫我个敲单的是软水几条个。叫我个特可能那挂针去呀，单就。配。给追销，谢谢给干的。呀。